由中嘉寬屏三觀農相處處舉辦的2026新時代主播夏令營，今年活動一直專注查證、考察、證書，甲着創作5大能力為核心，邀請這位專業的師資聯手來授課，融合了媒體探索、創意表達，甲着主播的實踐等方面，引導囡仔對真實的體驗中學習完整的媒體基礎技能，建立良好的媒體素養，甲着自信表達的能力。感謝大家來這2天來我們這邊學習，然後一面學習，然後一面也玩耍哈，然後順便也交一些好朋友。那你們有跟我們的工作同仁說謝謝了嗎？有，好棒棒，謝謝大家了。好，那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。那感謝大家今天來，然後收穫滿滿。那也謝謝我們在場的長輩，還有我們公司的同事，還有實習生，謝謝大家辛苦了。2天的課程有創意的攝影，邀請巨漢商業攝影總監郭聰南，教導小朋友用光來做畫，以及配音加口述的表達。你佇個媒體實踐環節中，有着資深的主播郭文琪，甲着陳碧春，親授新聞採訪，甲着面對鏡頭的表現技巧，透過角色的扮演，甲着分組的採訪訓練，提升囡仔的自信，甲着實踐的能力。你喜歡什麼顏色呢？黑色。哇，為什麼你喜歡黑色啊？因為你覺得黑色讓你看起來整個人更亮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你這個今天的裝扮是誰幫你打扮的啊？我自己啊。哇，你自己？李恆尊阿姨，是。你最喜歡什麼運動？我喜歡散步，晚上健走，就是去散步、走路、健身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而亞洲則是安排小朋友親自坐上主播台，實際操作攝影機，甲着幕後的設備，搭配專業的化妝師林婕妤的造型指導，完整來體驗新聞製作的台前，甲着幕後，讓小朋友對看新聞提升家己來報新聞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耀軒，歡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聞。中嘉寬屏三冠王雙子星舉辦2026新世代主播夏令營活動，帶領學童採訪新聞、播報新聞外，還融入了最新熱門的 AI，讓同學們收穫滿滿。感謝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聞，我們再會。中嘉寬屏三觀農相處處總經理陳建春表示，主播夏令營唔僅是一場的活動，更加是甲媒體素養甲未來能力的培訓相關。經過2天的授課，甲着實踐的過程，主辦單位最後嘛來一一頒發結業證書，希望每一位參加的小朋友攏會用的收穫滿滿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